功德做新创造的人，请陈牧师。兄弟，大家平安。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面对阮头前的道路，你赏赐阮12个新的种子，伊要带领教会，搁开始一个新，搁无共款的时代。阮的心中有真侪不安，嘛有真侪问题。恳求主赏赐阮新的心、新的灵，互阮成做新的人，互阮伫主的带领内面，阮知影阮要安怎做，阮要安怎来行。恳求主祝福阮的教会，互阮的教会永远是会当荣耀主的名的教会。阮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两位兄弟，咱感谢上帝，伫顶礼拜赏赐咱12个新的种子。这12个新的种子，伊要带领教会，成做一个新的时代。因为伫因就任的这4年中间，因会拄着牧师离开，教会要用什么款的态度来欢送伫遮遐尼久的牧师？你要为伊准备一个温馨、感人、幸福、快乐，互阮足喜乐的讲拜拜，后摆阮会过来。这拢是伫上帝疼痛内底，上较重要的是新的种子，伊要为恁找出来一个愿意带恁共同起造教会，伫上帝话语内底的传教者。这是因的责任，但嘛是咱每一个人的工课。有人甲我讲，伊感觉不安，伊感觉过来咱教会好亲像有真侪代志。两位兄弟姊妹，这个代志拢是咱大家的人的代志。咱要来看圣经安怎甲咱教。加勒太书，伊甲咱拄着同款的代志。加勒太书就是写加勒太附近遐教会的会友的一张批，因拄着真侪问题。因伫教会有新的看法，有旧的看法，有真侪人有家己的主张，带互听教会的人有真侪不安。我相信，即马嘛有人开始咧出一寡足奇怪的想法，讲迄牧师走啊吼，无人会奉献啊吼，咱教会欠较侪钱咧吼。啊嘛有人讲，迄牧师走啊吼，迄住伫较远的可能就袂来啊吼。吼，啊恁来安怎？爱选因来做种子，因才会来。两位兄弟姊妹，这是人的看法。加勒太书咧甲讲，伫迄个时代有足侪人的看法，人的看法，伊要影响人对上帝的信心。两位兄弟姊妹，今仔日若是有人甲恁讲一寡消极无好的话，恁爱马上甲伊阻止，讲你毋通安尼讲。
上帝毋是安尼讲，上帝讲我永远要互恁一条更新更活的道路。所以加勒太书伊咧讲，上介重要的，叫恁毋是叫恁去面对遐个问题，伫教会遐也未看见未来要发生的代志，恁今仔日爱安怎准备？上介重要就是每一个人爱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哇！加勒太书，互迄群人真正醒起来。哇！上介重要的是，阮要准备迎子过来新的日子的时阵，阮爱有上帝的眼光，阮爱有上帝的看法，阮爱有上帝的指引。换一句话来讲，咱要成做新的人，要安怎成做新的人？伊有所书讲，足简单的，恁爱将恁旧的想法、遐过去影响恁、阻挡恁甲上帝亲近的遐想法，来褪去掉。咱兄弟姊妹，咱的心中吼有真济真无好的想法，有当时咱嘛足歹心的呢。咱是讲毋好甲伊讲，互伊去闹开。有当时咱嘛讲，吼，这个人，咱的心中有真济无好的物件。但是一个愿意接受上帝救恩的基督徒，咱会当甲遐个物件安那一层一层来褪去掉。互上帝话安那，一直洗清咱，一直互咱成做新的人。那位兄弟姊妹，人真趣味。有的人一听到上帝话会改变人，伊就马上要互上帝改变。但是有的人，伊讲主啊，我要互你改变，但是伊也阁将伊遐无好的物件放伫伊的心中安那。一直洗到臭酸去，洗到有当时伊讲的话译出来，你会想，哎呀，这个人伊看了就有信用，伊讲出来的话较会遐尼臭酸呢，伊讲的话较会遐尼咸呢，伊的心中一直有足侪苦毒的物件。保罗甲加勒太的人讲，恁要面对一个新的将来，恁必须要成做新的人，将恁旧的人啊啦褪去掉。恁接受着上帝新的恩典、新的怜悯、新的疼痛。耶稣基督伫马太福音第9章，伊安尼讲，伊讲无人甲新的布补伫旧的衫面顶，嘛无人把新的酒放伫旧的皮囊内底，迄个皮囊是较古早的话，就是旧的酒袋啊。较早的酒袋是用皮做的，迄用久的安那硬去、顶去，你若个倒新酒落去，新酒发起来，伊就离开啊。同款，真啊真旧的衫，你甲补一块真水的布伫遐，迄粒衫嘛会离开。耶稣咧甲咱讲啥物？新衫、新酒、新布，拢是上帝恩典、怜悯甲疼痛。咱拢捌学习过。早起时目睭8金，爱大声做啥物？恁会记得袂？恁8金，恁爱大声做啥物？耶稣早安，然后耶和华讲我要安那？咱的上帝讲安那？我要用新的恩典、怜悯，我今仔日拢互恁新的。所以希伯来书伊佫一遍讲，基督徒爱足好胆的，每一日爱安那好胆来到上帝施恩宝座前，让伊领受迄个新的恩典、新的怜悯。换一句话来讲，咱进入真做上帝囝儿，咱就是有一个特权，咱会当每一日领受新的祝福。但是你有领到无？
耶稣甲讲，咱若照咱旧的性情，照咱旧的想法，你无法度领着，你无法度领着。我真爱一本册吼，这本册无简单读，但是这本册册名，我是因为这本册册名，我来教伊这本册。伊讲，伫咱信仰的经历内底，咱每一日带着目屎，还是带着欢喜的笑容，伫咱含慢的信仰的内底，咱每一日咧经历咱的上帝。留兄弟姊妹，恁有安尼感觉无？咱的上帝足伟大，咱的上帝万权能，咱的上帝啥物拢有，但是咱永远无法度知足，咱永远无法度满足，咱永远看轻家己，自卑，啊无就是过头骄傲，无就是怨妒别人。耶稣提醒咱的信仰，毋好甲新的布，上帝新的恩典搭伫旧的咱爱带着目屎，带着欢喜，伫咱含慢的信仰的内面，咱一点一滴，互上帝话来安那更新，互上帝话来更新，这就是咱受祝福的生命。基督徒的祝福是一世人的，一直到咱到上帝遐。哥林多的后书甲咱讲，虽然咱安那，咱的外表渐渐老去。这个拜五暗，二林区联合礼拜，有真侪人真久无看到二林区的会友。大家见面，就讲：哎哟，你拢无变吼！我是讲你咧讲骗，你嘛有变，我嘛有变，咱拢有变。我伫遮36年啊，啥物人敢讲我无变？妖精吗？咱的外表拢会变，但是你变了是，搁较歹面，你的气质展现出来是啥物？我足爱即句话，讲我外表变歹去。我甲恁讲吼，我规个月吼拢爱戴口罩，因为我甲我的喙口腔清创，我因为口腔的问题，我艰苦足久的，我清创，我变做拢总。但是伫迄个时阵，我想着即句话。我的内心要日日换新。伫我破病的时阵，有一个牧师甲我讲，伊讲咱的身躯吼有灵魂体，你的体破病，你的灵甲你的魂爱足用的，甲你的体安那扶持起来，你就有法度搁再勇壮健康。兄弟姊妹，上帝互咱的祝福。较会遐尼好咧，咱会当日日换新。咱要安怎来换？有个人会问讲，咱要诚做新的人，足简单的，互上帝话来甲咱改变。伫哥罗西书内底，伊讲，一个人要成新的人吼，这个人爱伫知识的内底更新。迄个知识所讲的。就是上帝的话，就是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咱搁一遍，即个拢足熟的。每一个基督徒拢知影上帝的话是咧创啥物？伊咧教咱真理。上帝的话，互咱知影，咱安尼做是错误的，咱毋通搁安尼做。伊要指示咱的人生，安那行正路，过有意义的人。弟兄姊妹，你若是伫上帝内面，你会对罪足敏感哦。你若伫上帝话语的内底，
你会足清楚啥物是对甲毋对。好，咱来讲一个足粗浅的基督徒，嘛知影外遇是对也毋对？当然嘛是毋对呢。我连目睭共看安尼嘛毋对呢，因为看讲这个袂歹，这样你也错了。那位兄弟姊妹，基督徒绝对袂当伫钱、伫财、色、权来对落、来失败。这物件要啥物人来甲咱帮助？上帝会帮助咱啊！我真爱这17节，伊讲要互侍奉上帝的人得到充分的准备，来做逐样的好事。你若认真读圣经，就要互你安那伫上帝侍奉的顶面得到充足足的准备。各位兄弟姊妹，你有读圣经的习惯无？你读一本圣经，也是你读足侪版本的圣经。我真爱读足侪版本的圣经，和合本、现代中文译本、天主教的圣经，还有一个就是咱长老教会家己用希伯来甲希腊原文翻译过来的白话字的圣经。你读这个圣经，逐种的版本，拢会互你感觉无共款的奇妙。圣经的好处就是，不管你几岁读，不管你读偌久，不管你伫什么空间、时间来读，圣经拢有新的话不断地甲你讲。当你读到遐话，你就想讲：哇！我读较侪遍，较头一摆读到即句。10月初我读一句话，我足欢喜的。迄句话讲上帝要甲恁讲，上帝讲我要专心一致来为我的百姓找求幸福的生活。当读这句话时，我的心中足喜乐的。其实讲，我嘛是足无胆的人。我看到迄中共吼，定定飞飞轮机咧，甲咱恐吓，我嘛会烦恼咧。我无胆。这句话听我足欢喜的。我腾起我的惊吓，我甲上帝讲：上帝啊，请你为阮台湾专心一致，为阮台湾安那去做幸福的国家。咱就用这上帝话来祈祷，上帝话解讨。咱若有注意到咱教会逐早起我传的咱的祈祷，恁就知影。迄个祈祷内底有足侪版本的上帝话，迄个祈祷内面无一句是我家己的话，包括遐个祈祷词拢是圣经内底的话，用上帝话来咧祈祷，这是上帝爱咱安尼做的。咱会当更较明白上帝话，上帝祝福。恁兄弟姊妹。我伫明年开始，咱的祈祷要用天主教的圣经来祈祷，用因的翻译的话语来帮助咱更较认捌上帝话。特别咱新当选的中职，你若无读圣经的习惯，请你悔改认罪。请你转来认真读圣经。做中职若无读圣经，对教会无帮助。你无法度认真侍奉上帝，因为你无法度得到充分的准备来做各项的好事。我伫遮要甲咱讲，
不止中集爱读圣经，咱每一个人拢爱认真来读圣经。伫要面对咱过来教会2年、3年要发生新的一个世代会起造的时阵，恁先准备恁家己，互恁家己成做一个新的人。教会若愈侪新的人，愈侪人互上帝话来影响，愈侪人爱读上帝话，愈侪人伫上帝话内底成做新的人。咱即间教会较着烦恼，牧师走去，咱哪有烦恼？新来牧师安那？因为咱的教会是上帝话咧掌管，因为咱的教会是起造伫要荣耀上帝教会，咱的教会是要行着一条搁新搁活的道路，因为咱拢知，迄个方法就是建立伫上帝话语内底。咱兄弟姊妹，有真侪人无了解救恩。圣经讲，有血气的人就需要救恩。什么叫做有血气的人？七情六欲，你家己的心思意念，有的人真拗讲批评，有的人真有意见，有的人真侪哇，种种咱讲袂了。但是，咱只有需要一项，成做新的人，就是领受上帝救恩。请恁会记得，上帝救恩是啥物？就是你做袂到的时阵，上帝帮你做，迄就是上帝救恩。咱兄弟姊妹，伫我的人生内底，我有足侪做袂到的，但是上帝帮我做。咱踮当教会过去，是伫真软正的当中，但上帝救恩，上帝帮咱做足侪代志。咱举办真侪，咱的能力无法度举办的事工出来，迄是上帝救恩伫咱的内底。咱的人只要你甲上帝讲，上帝我需要你，上帝救恩就必然会临到你，互你的生命充充足足。但是你爱会晓脱去你旧的行为，毋好照你想的。你毋对过去啊，明仔载是一个新的。我以后我袂阁安尼做，我以后要成做随时领受上帝救恩的人。上帝甲咱保证啊，我是恁及时的帮衬。你若认真读新约甲旧约吼，伊内底一直出来即句话哦：上帝是我的帮衬，上帝是我随时的帮衬，上帝是我及时的帮衬。以赛亚讲：看，旧的代志，伫恁心中遐无好的、臭酸的、歹遐，拢莫阁想啊，拢莫阁想啊，互上帝安那为你做一件新的代志。迄新的代志是伫你生命的旷野内面，伊要甲你开一条足水的道路。伊要伫你的生命迄款苦寒，你无法度得到的，伊要互你一个足丰富的江河。圣经对咱的应允足济，咱来学习，咱将咱的旧的一层一层甲伊摕掉。每一个人拢有不堪的物件，每一个人拢有家己无法度面对家己的物件。无有别人比你较敖，你嘛无比别人搁较歹。这就是咱的人生。最主要是你愿意互上帝帮助你无？你愿意互上帝话，互你一直成做新的人无？上帝话实在是，你爱家己去读啦。我直接甲咱讲足济足好的吼，恁可能感觉哇，袂使嘞，爱互恁家己去读。
恁家己去发现，安尼恁的生命才会不断受更新。两位兄弟姊妹，伫咱每一个人拢成做新的人，伫咱每一个人拢伫上帝话语内底享受迄个受祝福的人生的时阵，你的心中，你对教会将来的不安，自然就会无去。你会知影上帝为你有备的是啥物？你会知影你过来的道路要安怎行？请咱为咱的中职祈祷，互咱的中职的灵命搁较更新，互咱的中职搁较爱读圣经。你要请做中职，无有别条路通行，你必须要认捌上帝话，你必须要有读圣经的习惯。啊，若无，恁徛伫这个讲台，你真容易就互人看出来，你有读圣经无读圣经，你有准备无准备。但愿咱每一个人认真，互咱为开始起，咱拢成做新的人，来迎接教会，搁来要是一个新的开始。两位兄弟姊妹，伫这个新的开始的时阵，咱同时，我希望咱的教会嘛有需要脱掉的一寡物件。咱要去做什么款的教会？过去咱的中职实在是有真歹的见证，偷摕教会的钱，照着家己的意思黑白骂牧师，照着家己的看法批评教会的事工，嘛有中职不爱做，但是伫人的面头前，伊阁必须爱感觉，互人感觉伊是中职。上较严重的是，伊伫感情的顶面嘛无清气。两位兄弟姊妹，我若是有讲到你，请你原谅，因为咱的教会嘛必须要脱去遐无好的物件。咱要脱去无好的物件，咱必须要以圣经做基础。咱爱欢喜读圣经，欢喜互上帝话来敬信咱。咱爱欢喜珍惜咱基督徒的身份，专心来找求主。你毋通讲我暗暗做，无人知。我甲你讲，你嘛是人，你知，上帝知。所以咱无本钱去做遐无好的代志，咱爱去做一个应神益人的团契的生活。两位兄弟姊妹，恁安怎敬拜？主要的囡仔，你毋通叫是因坐伫遐，因无看，因会看呢。咱在座有一个，即摆已经大汉啦。伫伊细汉的时阵，伊甲我讲：“阿姆，迄奉献吼，有个人吼，手安尼伸去放咧。”我讲安怎？伊甲手伸去呢？我甲讲，伊要奉献迄支手。伊讲吼安尼吼，伊要奉献迄支手。囡仔，伫伊的角度，伊看着你根本都无摕钱，你就甲你的手用安尼。囡仔会看到。我要求咱青年即摆教会爱马上甲手机关静音。但是因讲，牧师今日做礼拜，卡一直叮咚叮咚。两位兄姊妹，即摆教会的习惯就是爱甲你的手机关做静音。
嘛有人甲我讲，牧师，有人即摆做礼拜拢咧看教会公报。两位兄弟姊妹，咱一点仔久的时间，入来做礼拜，咱必须爱完全圣洁清气，徛伫上帝面头前。你若入来遮咧看教会公报，你会当摕转去恁兜看。好，做礼拜毋通做敬拜上帝其他的代志。有人做礼拜真爱安那发表意见。迄拜五暗吼，我坐，我毋知我后壁迄是倒一间教会。啊，牧师伫讲，哇，二林教会100年，哇，咱方院到120几年，啊，元斗145年，咱教会92年，咱拢伫后壁咧堆，哎，迄个姊妹着堆也会着。我感觉足好笑，牧师讲就伊就一直堆也会着。啊，牧师就讲，咱吼礼拜一到，咱来甲二林教会参加，因会欢喜。伊讲也无要请人，我感觉哇，你真正是奇葩！你照你家己想的咧敬拜上帝。最后，我毋知因教会做礼拜几分钟，伊就开始讲，听讲德堂教会牧师讲道拢讲真久。啊，这牧师若搁讲一个主题，伊就吼，搁咧讲啊。但是兄弟姊妹，你若要用这个角度来敬拜吼，你毋好去来敬拜。咱伫准备咱家己诚做新的人，牧师在期待佮邀请，咱每一个人用敬畏的心来享受咱教会敬拜喜乐，好无？咱用敬畏的心来到遮，咱大家共同来享受伫上帝话语内底敬拜，好不好？咱就爱安尼来建立。过来，我要邀请，除了认真敬拜，服侍的人嘛爱认真准备。服侍的人嘛爱认真准备。拜五暗有一层带敬拜而乐，伊伫前几天就来找好歌准备。伫迄暗伊6点，7点40要开始，伊6点进前就来，祈祷甲琴配合练遐诗歌。两位兄弟姊妹，会当互人竞选出来服侍上帝的人，是要得到大祝福的人。你毋好家己甲你迄个祝福安那随便单调。检查，迄也无啥，我徛咧遐唱的就好。迄也无啥，我加讲我一寡话，我就错了啊。礼拜前会敬拜赞美，你免讲话。你会使读圣经，你会使祈祷，你会使唱诗歌，毋是叫你出来遮见证，讲互人感动。无，礼拜日所有人的感动，所有人的焦点，拢是伫上帝话语。你毋是带人看到你，你毋是今仔日若是做礼拜了，人甲你学了，哇！你今仔日敬拜赞美，你讲到我足感动的。我甲恁讲，你要当去认罪悔改，因为你安怎？你抢着上帝荣耀，你荣耀你家己，你无荣耀上帝。迄是你信仰内底危机甲危险。每一个基督徒的服侍，拢是要荣耀上帝的名。毋惊含慢，我含慢袂晓服侍，我会晓求叫上帝，上帝帮助我，上帝救恩就临到我。但是我若是老草，
还是要伫内底显现你家己迄种的，你宁可毋好做。所以各位兄弟姊妹，伫咱开始要搁一遍将咱的生命定根伫上帝话语的内面的时阵，咱成做一个新的人。咱的敬拜的态度嘛爱改变，咱的服侍的态度嘛爱改变。然后，搁来是咱教会每一届活动，咱拢爱有福音的行动。这是教会甲一般社团、甲一般的慈善机构举办活动无共款的。你若会晓哦，毋好甲一般社团、慈善机构举办活动的方式放入来教会。教会每一个活动拢爱带有福音，带有互人看见上帝听。请咱大家来拍拼，咱拢足爱德堂教会。德堂教会会一点一滴，德堂教会每一个囡仔，咱拢三甲做伙已经36年，已经36年。阮咧准备要退休，恁咧准备要迎接新的牧师。但愿上帝的话不断更新咱，互咱的教会成做向前，搁荣耀上帝的教会。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爸上帝，阮实在真含慢。虽然阮知影要安怎找求你的话来互阮进步，来帮助阮，总是阮确实无爱认真读圣经。阮确实礼拜了离开，阮犹原去做阮爱做的代志，检采阮犹原搁去做互你无欢喜的代志。恳求主你赦免阮，对伫今仔日开始，恳求主你的话不断更新阮，互阮不断将阮遐个旧的人、旧的性情、旧的脾气，一领甲伊脱掉，互阮成做会值得主你疼一世人。阮的主，恳求你怜悯阮，引带阮，恳求你伫阮教会即马重要的时刻内底，你的话语强烈进入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互阮伫你的话语内底找求你听阮，你为阮预备的迄条道路。我安尼祈祷，感谢奉主的名，阿门。